这些的了。今天是我们要有机会做这个红马旗供红马旗的花卉，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非常圆满的，因为这个是之前我们的珍贵的阿丘仁波切，修蒙一家修到非常圆满，非常成功。他修蒙一家的时候，又遇到这个普贤王如来啊，还有就是很多菩萨，还有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可以飞天空，很多天女啊，还有就是遇到那些一支佛母啊，这些等等啊，都是非常殊胜、非常圆满的。所以他真的是修到那个大圆满里面，蒙一家，修到那个大圆满敦煌华，修到大圆满的空性啊，还有观想啊、禅修啊等等，都是真的是修到非常圆满。这个是这样好的一个珍贵的，这个是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赏识，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所以非常珍贵的阿丘仁波切那一天他在蒙一家里面，蒙多修要我们要供这个红马旗，跟供阴供、灰供，还有银钱在座。我觉得这三个是非常特别的，因为第一我们讲是那个因供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呢现在我们在新冠的问题，全世界都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在中阴寺里面49天里面，一定要做因供。如果没有因供的话，他们49天里面没有东西吃，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非常辛苦的，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救他们。这个是这个中阴寺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众生都是没有宗教的分别，你佛教也行，其他的宗教也行，反正你在中阴寺49天里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因供、回向功德给他们的话，他们修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感觉到会吃饱了的。所以我们就是人一天没有吃东西的话，我们受不了了。所以他们49天里面没有东西吃的话，这么辛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因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阿丘仁波切非常慈悲，他就知道这个新冠的问题死了这样多人，他们49天里面没有东西吃的还这么辛苦啊，所以真的是做了这个因供帮助很多众生。还有就是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他也是49天的里面也行，还有其他就是在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这些很多在众生几百几千年都没有吃东西，他们是更加辛苦、更加痛苦。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因供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这一次有机会做到这个因供是大家的福报。第二个我们要做这个回供，回供是非常重要，因为回供是供佛菩萨，所以我们对我们佛教来看的话，最重要是供养佛菩萨和供养出家人呐，都是一样的了，都是这
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今天要做回供是供佛菩萨，所以我们也是要供了这个佛菩萨的话，佛菩萨会加持，佛菩萨会保护我们，佛菩萨永远不会避开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我们现在有机会，这一次有机会做到那个红马旗，供红马旗。我们本来就是初一十五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吗？但是呢，这一次是这个今天是15号是更加重要，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是供红马旗的日子。现在今天这个日子是很多西藏啊哪里都是很多地方都是供红马旗，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是供红马旗的日子，所以我们有机会这一次要供红马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红马旗里面也是有些有莲花生大师的红马旗，利度毛的红马旗，长寿佛的红马旗，文殊菩萨的红马旗，还有很多菩萨的红马旗都有了。但是我们通常供红马旗是最重要是那个盖萨王的红马旗，因为这个盖萨王的红马旗是我们没有阴气的时候，会来阴气；没有福报的时候会来福报。做什么事情都是不顺利的时候，供红马旗的话，自己会什么事情都是会顺利的。所以这个红马旗是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因为现在就是新冠的问题，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些做生意也行，做工也行，很多是不顺利啊，发生很多事情。所以阿丘仁波切跟我们讲供红马旗的话，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供了大家都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大，福报越来越大。我们的福报很好，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做的。对佛教来看的话，我们佛教里面也是有建寺庙啊，有时帮助那些出家人啊，什么都是，如果没有钱的话，怎样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也是，如果他们顺利的话，对我们佛教也是一定帮助很多的。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是我觉得念经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所以就是做因供做回供供红马旗还有迎亲斋主所以我们有遇到一个这样好的一个上师，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日出山川里面的座位上面也是要放一个阿丘仁波切的照片，对吗？因为这个是代表是这个是日出山川的主持是阿丘仁波切，所以我们就是下一次我们的寺庙建完了过后，我们那边也是有一个座位，上面要放阿丘仁波切的照片，这代表是阿丘仁波切是我们寺庙的主持，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家的福报真的是有遇到这样好的一个上师，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来的，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尊敬阿丘仁波切，真的是也非常支持阿丘仁波切，因为阿丘仁波切是真正修大圆满，修到非常成功的一个菩萨来的，真正这是一个很大成就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师。我也看过很多师父，很多好的上师，也是全世界有很多上师，但是呢，每个都是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呢，阿丘仁波切真的是修到大圆满，哇，真的是更加圆满了，哇，真的是修蒙瑜伽也行，修大圆满顿挫花也行，修大圆满的空性，还有就是大圆满里面的那些大树荫里面的那些观想禅修，等等都是非常成功，非常圆满。有些很多东西都我也不知道的哈，我也问阿丘仁波切，阿丘仁波切跟我解释。我有时候我就想，我读了这样多书，我在佛学院里面读了大圆满、大树荫、心经、中观、金刚经，读了这样多，有些很多东西都我不知道，问阿丘仁波切，阿丘仁波切会知道的。因为我想为什么呢？阿丘仁波切没有读佛学院，我有读佛学院了。为什么有些我不知道阿丘仁波切知道呢？因为后来我就想一想，真的是，这个是以前那个希里森哈啊、布玛木传、迦纳斯传那些，莲花生大师的上师，他们是一辈子没有读书的，然后他们的师傅最后就是那个师傅直接智慧传给那个弟子的，所以，比如说呢，就是噶拉布多经了过后，布玛木传传给布玛木传、迦纳斯传、希里森哈传给莲花生大师，这些都是希里森哈他们不是没有读书了，可能有了，但是呢没有真正都好好的。但是呢，必须要读的，因为他们就是大成就真的，他们的师傅的智慧直接传给弟子了，所以阿丘仁波切是真正就是直接智慧传给传的那种的，所以就是真的是非常殊胜、非常圆满的，所以我知道有这样个师傅也是有了。我的上师是有读过，但是定国前在法王这些也是听说是没有读了，一般就没有读了，佛学院读了一般就没有读。但是呢，后来就是定国前他们的智慧这样搞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师智慧直接传给弟子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寺庙的噶迪仁波切比嘎仁波切这些都是真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比嘎仁波切是从小到长大的时候没有读书的，从来没有一天都没有去佛学院。但是呢，他真的修到大圆满，修到非常成功。我在开老的家庭里面也是有写了一个他的简单的故事了。他圆寂的时候，我今天要去莲花生大师净土了，我就今天三天过后我要去莲花生大师净土，真的是3天就已经做到那个莲花生大师一样，这样就去到那个莲花生大师净土了，这样有自由的他们修到这样成功的，因为这些都是真正的那些师傅的智慧直接传给弟子的那种的，所以那种是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在真正的我们在大圆满里面才有，其他都没有了。所以阿丘仁波切的修法是那种的，所以莲花生大师直接传给阿丘仁波切那种，所以阿丘仁波切的智慧是真的是非常高，修到大圆满是非常圆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遇到这样好的一个上师，所以我们一定要尊敬。以前上师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会尊敬；上师不在的时候，才一直要求上师。这个我也以前知道，因为我在佛学院里面修那个大圆满，我的上师教我们大圆满讲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这样睡觉。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他们讲，我们可以睡觉了，好好听了，因为将遇到一个好的上师，有机会修大圆满了，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了。有这样好的上师，有这样好的机会，是我们不要浪费了。我们一直要尊敬上师，支持上师，跟着上师，
他们那时候讲很多朋友，我也是那时候年纪很小所以我10多岁了，我也没有想多的东西了，就很坏蛋这样了。但是呢，我的上师是很尊敬我的，因为我是他们寺庙的一个仁波切来的嘛，所以他也是很尊敬我的。我也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是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了。所以现在我就回头想一想，哇，真的是以前我这样好的遇到一个这样阿姜道的这样好的一个上师，然后有这样好的一个，他又叫我们要讲经叫大圆满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了。这个是这样好的一个机会了，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上师。现在我才知道，年纪大了才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有遇到这样好的一个上师的时候，我们要快一定要学好，快一定要支持上师，尊敬上师，每天要拜他，拜阿丘仁波切，如果每个家要放一个阿丘仁波切的照片，然后每天都要拜他，要求他，要求他是不是求世界的求，就是我们要求修那个大圆满的大随缘的那种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福报，现在要快一点要这样做的话，就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都一定要尊敬阿丘仁波切了。所以阿丘仁波切是真的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所以这样好的一个珍贵的上师。非常感谢仁波切，因为就是仁波切，加持我们，支持我们，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来的，所以大家要支持阿丘仁波切。大家非常感谢，因为就是大家一起有机会做到，我们一起要做一个。有这个法会，今天这个法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所以大家希望要开开心心，做什么都是顺顺利利，大家都是吉祥如意了，阿弥陀佛。